自2023年5月初6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无偏左，无偏右。圣经咱做来听读，约书亚记23章第1节到第8节。上主予以色列人享受太平，无受四围对敌的攻击。经过一段真长的时间，约书亚年老，伊调集全以色列的长老、族长、审判官甲官长，对因讲：我已经年老啦。恁有看到上主，恁的上帝为着恁对遐个国所做一切的事，因为上主，恁的上帝为恁交战。我所消灭遐个国家的土地，对约旦河到西边地中海，包括还未征服的国，我已经抽签分予恁，逐一做做基业。上主，恁的上帝要为着恁将因赶走离开恁，恁就会照上主，恁的上帝对恁的应允，得到因的土地做基业。所以，恁着加倍勇敢，忠实遵行摩西律法一切所有的记载，毋通偏左偏右。恁中间还未互恁征服的国，恁毋通甲因交叉，毋通提起因的神明的名，毋通记因咒詛，毋通服侍因，毋通跪拜因。恁着忠诚无离开上主，恁的上帝，亲像恁过去到现在拢安尼做，无偏左，无偏右。有一位朋友，因为家庭发生严重的变故，予伊真长的一段时间过甲真辛苦。对伊来讲，若毋是我靠信仰的力量，大概无法度支持伊一路行过来。毋过真无彩，伊所倚靠的即股信仰力量，却无互伊的囝儿看见。伊的囡仔因为即个变故就离开教会，阁老一句话讲：拜上帝嘛无啥物路用，上帝也无保护咱，阁互咱拄着遮个代志。即件代志定定互我咧思考，为虾米共一个家庭面对信仰，却有截然无共款的理解咧？检测两者之间的差异，实在伫因对上帝的想象。一个是甲上帝看做是利益交换的对象，另外一个是真正甲上帝看做是上帝，毋通偏离上帝。这也是约书亚伫临终以前千叮咛万交代的代志。伫上帝的保守下面，以色列人经历全境太平，有一段真长的时间无受四境对敌的搅扰。直到约书亚年纪老迈，偷偷感觉家己伫世间所剩的时间无济，所以伊调集全体以色列人民、长老、首领、审判官和官长，提醒因一寡重要的代志。大先约书亚唤醒因的记忆，互因看见这段时间的太平日子，拢是上帝的作为。因通拥有应允之地，是因为上帝的带领。约书亚安尼讲，是因毋通袂记得上帝对因的恩情。为着安尼，约书亚希望以色列人民着加倍勇敢，忠实遵行摩西律法一切所有的记载，毋通偏左偏右。
提醒因毋通袂记得上帝是因永远的上帝，毋通去拜别个神明，爱永远忠实伫即位保护因、祝福因的上帝。这是真重要的提醒。约书亚希望以色列人记得，因得到上帝的祝福甲保护，毋是因为敬拜伊若定，搁较在伫因愿意顺服伊，遵守律法册顶面所写一切的命令。今仔日的教会依然有真侪信徒存着错误观念，因到教会认真敬拜、认真服侍、认真奉献，其实是为着要得到上帝的祝福。总是即种思考的背后理路，也是一种利益交换，想要用家己的付出来换取上帝的恩典。即款的人心内检采根本袂在意上帝的心意和想法，假使因得袂到祝福，也会抱怨家己为甚物会为上帝做遮济，阁拢无啥路用。今仔日阅读的这段经文提醒咱，上帝所在意的是咱甲伊的关系，毋是咱为着伊做甚物。上帝所期望的是咱遵行伊的旨意，毋是伫教会做偌济的代志，奉献有偌济的钱。这互我想到一位朋友伫网络写的信仰反思，伊安尼写：上天堂也是落地狱，可能根本毋是重点，重点是咱有想要过一个甲上帝有彼此关系的人生。如果根本无想要甲上帝有彼此之间的关系，那呢上天堂落地狱，也是死后就消失，阁有甚物款的差别呢？日想，我追求信仰是期望得到上帝祝福，也是甲上帝建立关系呢？我追求信仰是期望得到上帝祝福，还是甲上帝建立关系呢？咱来祈祷，上帝啊，你的神吸引我，我就紧走来跟对你，独独爱慕你，较无甲你建立搁较深的关系。奉主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所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